差不多。哦，啥骑摩托车？你看我是不是挺有口呀？两位，哎，来喽！快去！人家从哪里坐喽？我了，这还有人要坐耶！你把这把对不起了，这把打死我！这个把坐哎，太激动！哟，他开那么哟，我把人坐哎！我了，小子这怎么样？这个，这贵油哎！啊？那现在夏天看会的，看下面，我看弄了下面大车子油。太子队了，那我太子队，是嘛？叫我去抓，你要抓你出去，那太子队不晓得在谁嘛？人家讲清楚了，谁嘛？这个来了这么贵油？看了，你们给我有气喝酒。